今年高雄春天藝術節在地的飛機歌劇團專工用台灣妖怪傳說《無數鳥》來做題材，編寫一出年度大戲。後久過特別公演咯。團長林培基就講，台灣的妖怪故事較罕得有人做，為了要呈現到這新鮮傳奇、神話古談的景致，除了佇咧服裝下功夫，這屆也結合着 AI 投影，規出戲攏是滿滿的視覺享受。無論是歌詞念唱，還是手勢動作，扮演主角無線鳥的林佩基，帶領一陣比今年歲無到30歲的少年演員，一遍過一遍來排練。第2年入選高雄春天藝術節的佩基歌劇團，這屆延續舊年的故事，用這真少人知的台灣妖怪無線鳥來做主題。故事主要是寫人甲妖怪之間的衝突化解，為了要讓觀眾感受到神話故事的景致，這屆導演也大量結合 AI 導演技術。百鳥朝鳳，百鳥來慶賀女王。你想想看，我們要多少隻鳥出現？所以在舞台上就已經有20-30個人了，再加上我們的投影空中的都有很多鳥懸在那邊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那個氣勢就出來了。除了結合科技提升表演的聲光效果以外，演員也展現真功夫，有真儕拍練到的動作戲，甚至有的特技動作，攏是因一屆過一屆去試驗調整才練出來的。團長講，因的演員雖然年歲少，不只個拍底功夫10把，這幾年伊帶咧內台外台世界走，為歌劇培養後一代接班人，無形中也培養出真儕少年戲迷。有國中3年的，嘛有。國中1年的，因着愛看歌戲，這種的理念真好，就是愛當互因慢慢對少年就開始接受歌戲，安尼因就當對以後我會當甲阮媽媽講啊，甲阿嬤講，甚至我大漢啊，我嫁翁生囝，我可當帶我的囡仔來看戲。連續2年入選高雄的春天藝術節，為了要推廣台灣民間的傳奇故事，林佩基講，這屆佇咧服裝、音樂甲武術動作的設計，攏有特別下功夫。邀請大家7月11、12、2天，小酒來台東藝術中心看戲，支持在地少年劇團。記者郭家祖、邱超雄高雄場報道。